改成那个预算那个点下去，改成那个色那个吗？对，那个。好，今仔这个事奉会通正做一个圣神大大做工的礼拜，阮伫你面前，将阮摆咧伫你的手中，愿阮做主你的萝卜，甲你的器具，主你施恩伫阮中间。阮安尼恳求祈祷我个所有圣名，阿门。
恁着用耶和华唱新的歌，全地拢着用耶和华唱歌，着用耶和华唱歌，祝谢伊的名，日日传播伊的救恩，伫列邦的中间讲起伊的荣光，伫万百姓的中间讲起伊奇妙的所做，因为耶和华最大，应该受极大的恶乐。世间情人拢着点情，虔诚徛伫面前，无伫看愈世间俗事，但阮被伊相思，上帝降临伊的圣殿，咱着敬拜心敬虔。这时，请咱做伙来吟圣诗157首，来学乐上帝造化的神。日伫早时，请咱起立吟全首。造化的神，日伫早时，建立这世间千古地基，求你来点心多心灵。
这时，请咱由原徛地用使徒圣经来做咱信仰的告白。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小女玛利亚出世，伫本丢比拉多任内受苦，定时日过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死人中搁活，上天，搭坐伫全能的爸上帝的大屏，伊要对遐搁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神，公堂的教会，圣道的相通，做赦免，肉体搁活，永远的活命。阿门。请坐。这时，请咱做伙来掀开启应文38篇来启应上帝的话。启应文38篇，哥林多前书13章。我设使话讲人甲天使的音语，若无真爱，我就真做响的空气，弹的喇叭。我设使做先知，隆重的奥妙，甲隆重的财物。佮设使有招庇的神到野来移山。若无真爱，我就袂算做是甚物。我设使尽所有来真济，佮献我的身躯互火烧。若无真爱，我就无得到利益。仁爱是厚宽容慈悲，仁爱是无怨妒，仁爱无夸口，无偏颇，无行见效的事，无求家己的利益，无快受气，无激得人会歹。无欢喜不义，是甲真理相甲欢喜。凡事忍受，凡事相信，凡事仰望，凡事吞忍。仁爱永远袂无去。若是先知的节要废除，遐的言语要煞，财物要废除。因为咱所知的无完全，做先知的也无完全。完全的若到，无完全的就废除。我做囡仔时，讲话亲像囡仔，正正亲像囡仔，意见亲像囡仔。已经成人就废除囡仔的事。因为咱当对镜得看，目无明。若是到迄时就当头对面，我当所知无完全，到迄时就知，亲像我互主知一样。现今所存的，就是信、仰望、仁爱这三项。其中第一大的是仁爱。阿免。这时，请咱搁做伙来吟圣诗471首，同世间沉溺伫黑暗的歹代，请咱坐底吟全首。同世间沉沦的黑暗的歹代，今日真光是耶稣，用当日的光为照来，今日真光是耶
时，请咱做伙压头来祈祷。亲爱天父上帝，阮感谢你的慈爱、保守甲看顾，互阮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来敬拜阿罗你。主啊，阮感谢你，伫阮还未认捌你的时阵，你就拣选阮，成做你的囝儿，互阮领受你丰盛的恩典。主，你是阮的气力，阮的石盘，阮要倚靠你。感谢你伫阮软弱无气力的时，赏赐阮气力甲信心。求主开阮心灵的目睭，赏赐阮有智慧甲启示的灵，通认捌你搁较深，互阮成做你所欢喜的囝儿。主，求你带领阮直到永远，也恳求圣神充满伫今仔日的盛会中，互讲的、听的拢得到福气。阮安尼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门。这是俄勒请圣歌队甲主日学。啊。
即时，请咱做伙来恭守上帝话。今仔日要读3位圣经，第一位记载伫列王记下卷第6章15节到18节。上帝罗卜的妻因清早起来出去，看见有军兵马甲车围困城。妻因甲伊讲：“惨啊，我的主啊，咱要怎样？”上帝罗卜讲：“毋免惊，因为甲咱伫地的比甲因伫地的搁较侪。”以利沙祈祷讲：“耶和华啊，求你开伊的目睭，互伊会看见。”耶和华就开少年人的目睭，伊就看见。看，片山火车火马为以利沙，因落去到遐。伊遐以利沙祈祷讲：“耶和华啊，求你拍遮的百姓，互因痴迷。”伊就拍互因痴迷，照以利沙的话。第二位的圣经，咱要来看新约约翰福音第9章39节。约翰福音第9章39节。耶稣讲：“我因为审判临到即世间，互未看见的人看见，也看见的人变做痴迷。”第3位的圣经是伫约翰福音第9章25节第2段。只有在一项，就是我真痴迷，现今未看见。以上正道，主啊，开我的目睭，请曾牧师。亲爱兄弟，大家平安。今仔日是一个真特别的日子，是我甲陈牧师来到德堂教会满34年，是35年的第一个礼拜开始。35年前的8月，我甲陈牧师伫1988年来到这间教会。对阮来讲，8月份这个礼拜是真有感情的一个礼拜。第二，今仔日是咱恢复实体的聚会的一个象征。其实咱真早的实体聚会但是咱的圣歌队以及咱的主日学青少年的活动咱已经伫线上聚会一段时间。但是感谢上帝，互咱有惊无险伫行遐的过程中，愿上帝照顾咱大家检测有一个感染这个 COVID-19， 有的人有，有的人无。但是上帝保守咱愿天父上帝，互咱伫今仔日的礼拜，咱亲像咱的教会伫今年度开始，咱就讲咱要准备迎接教会设到100周年。今年是咱的教会第90年，满90年，所以检测咱伫10月要举行一个感恩礼拜，日子还未确定，若确定了会甲咱报告。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的礼拜顶悬，上帝甲咱开道路，甲咱开目睭。今仔日也拄好是父亲节，咱真多谢主日学的老师带咱的囡仔唱这条歌。咱会记父亲节毋是干那兄弟的专属，佫还要紧咱有一个大的爸爸，就是天父上帝。所以说，亲爱的姊妹会记得。咱真容易感谢迄个看会到的人，但是爱记得，咱要有一个就是咱共同一个信仰的大家庭，咱有一个同一个爸爸，就是天顶的上帝。愿咱归荣光，互咱天顶的阿爸天父，也愿咱每一个兄弟姊妹，咱拢享受天顶的上帝所赏赐咱天上的父亲赏赐给我们永无主绝的爱，永远无间断的听。求主开咱的耳孔，开咱的目睭，开咱的心门。今仔日个礼拜的信息，就是一个祈祷，就是一个反省，也就是一个决志。有一个祈祷，有一个决志，有一个反省。那要开始之前，咱搁一摆当心来祈祷。至圣的天父上帝，阮自执伫你的圣殿，就亲像你所有的囝儿，阮倒来到伫老爸的厝，
愿伫你的至圣所来找求，来看见上帝你阳光的面。愿阮伫今仔日的礼拜看见老爸的笑容，听见老爸慈爱的声音，祝福阮伫今仔日对你讲：阿爸天父，愿感谢你。愿伫你的面前静静自息。愿这个家庭的亲像熟悉的家庭，充满幸福，充满三贴。主啊，求你保守这个教会，就亲像保守你的囝儿甲查某囝。阮同心伫你的面前，用恭敬的心，阮来听上帝你应允，上帝所教示，上帝所想述新的人生。阮伫你的面前恳求主你，将圣经内底所记载这个福分来想述互阮。阮同心伫你的面前，安尼祈祷讲，阿门。今仔日的圣经有两个故事，拢甲开目睭有关系。开目睭真要紧，毋是干那咧讲肉体的目睭。耶稣基督行真侪医治的故事，其中一种的医治，就是互青眉人看见。所以圣经的中间几啊摆，耶稣医治迄个青眉人。伫迄个中间，耶稣问伊讲：“恁爱我为你做甚物？”圣经讲，这个青眉就甲耶稣讲：“主啊，我爱得到看见。”耶稣的医治毋是干那治肉体医治，所以圣经咧讲起耶稣医治青眉的人，更较要紧，伊咧讲起伊医治灵魂失丧、目睭青眉的人。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今仔日听耶稣的话，因为耶稣讲：“我来到这个世间，是互未看见的人，阁会当看见；互骄傲自专的人，心中无上帝的人，因虽然看到世间，但是因却看不到上帝。所以，上帝是一个有权柄的上帝，伊会当决定，伊会当帮咱。所以，上帝所开的门，无人会当关；教会所关的门嘛，无人会当开，是同款的意思。愿咱伫今仔日的礼拜，咱知影今仔日圣经内底，无论是耶稣伊所讲，这个青眉的人就得了医治了后，伊讲：“我深深知影一项代志，就是我的生命的改变。前我是青眉的人，但是今仔日我目睭得了拍开，通看见。愿天父上帝的真理的光照伫咱的中间，开咱兄弟姊妹属天属地的目睭。咱若有属天的目睭，咱的确嘛会当看到属世，咱会当分别属世甲属天有甚物种无共款。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今仔圣经中间，以利沙为着伊的学生祈祷，用主啊，求你开这个囡仔，这个少年人的目睭。为什么？因为以利沙捌伫的一生的中间看见一个足大的异象，就是伊的老师以利亚。伫伊世间的最后的一时刻，上帝差遣天顶的火车火马来带以利亚，所以伫圣经中间记载真少数无死亡的人。伊的老师以利亚就是迄种的阳光。这个少年的以利沙看见伊的老师，和上帝用荣耀的火车，毋是咱即摆火车吼。就是一个象征性，古早咧修正咱，伊讲用尾仔拖伫头前，迄种的火战车，迄种的战车共款。以利沙上天的时，以利亚上天的时，以利沙甲伊的老师讲：“老师啊，我捌甲你恳求，你将上帝互你的恩赐赏赐互我。你讲你袂当做决定，但是即摆你已经要上天，所以以利亚就对迄个火车的顶悬等伊的这个袍。”以利沙对迄个时阵，伊会看见，伊的眼光受开，所以伊的信心成做一个足要紧的信用的老师。今仔故事就是咧讲起这个故事，会通看见是一个生命中间一个真要紧的元素。所听兄弟姊妹，咱之最会当看见迄个看袂到的上帝，有甚物人会当看迄个看袂到的上帝？大卫伫伊的诗篇第8篇讲：“我举目看天顶的日月星辰，我举目看天顶的日月星辰，我感觉我伫这个宇宙的中间是遮尔
这么小，在浩瀚星河当中，人算什么？代表伊伫心中看见上帝伟大的事。伊讲：你听我到这样。所以啊，弟兄们，咱伫今仔日的礼拜，上帝开咱的目睭，互咱知影，咱是上帝的宝贝囝。因为以利沙对伊的学生讲：你要看见上帝甲你同在，你就知甲咱同在的迄个上帝，赢过这个世间的君王，这个战争要临到的时，这个阿兰王带规队的军兵要来困住以色列，所以以利沙的学生着惊，看到千军万马，伊心中惊吓，讲要安怎？就亲像今仔台湾人看到中国咧放烟火，所以兄弟姊妹唔免惊，愿天要上帝帮咱。若毋是上帝应允，这个世间的黑暗的关系，无啥物通好可怕。愿主甲咱三个地地，耶稣今仔日嘛对咱的教会讲：我会通为恁做什么？我要邀请兄弟姊妹，咱做伙来建立一间会当带咱的囡仔看见上帝的教会，好吗？所以兄弟姊妹，特别兄弟，请注意听。上帝设立你，要成做你的囡仔，真要紧的见证人。就亲像以利沙带伊的学生看见上帝荣耀的存在。所以咱做爸爸的人，英语讲 father image， 就是讲爱有一个老爸的形象。囡仔伊安怎生活？伊最重要就是带伊的囡仔，带伊的家庭。一家之主，咱无重男轻女，但是一家之主，伊真重要的角色，就是人带你的囡仔看见上帝。愿上帝祝福咱在座所有的兄弟，也祝福咱在座的姊妹，互恁有爸爸的形象，互恁有妈妈的形象，互恁的囡仔伫恁的家庭内底，看见天顶上帝伊的荣耀，伊的丰盛。咱无人是完全的人，所以伫囡仔的面前，咱嘛无完全，但是毋免惊，因为现今所存最大的就是听。我相信，咱的囡仔听恁，恁的囡仔听恁，咱嘛听咱的囡仔。伫听的上间，人就要看见上帝伊的荣耀甲临在。所以兄弟姊妹，今仔日个圣经咧讲起即个西罗亚茨西罗亚迪即个青梅的人，这段圣经故事真长，而且每一摆牧师讲到了，恁若愿意，牧师拢真爱鼓励咱，重新将整个迄段咱所读的圣经，常常拢是一节，也是一段尔。但是若会当规章，因为你就会当读即个完整的故事，咱就要知影即个青梅的人。伊得到这种的灵敏的文书，伊就目睭拍开，但是竟然有一群人伫遐为难伊，因为因感觉耶稣是一个异端，所以这个法利赛人就一直啰嗦，甲这个青梅人啰嗦讲：啊，迄个甲你，互你看见的人，迄个是啥物人？伊拒绝上帝所行这种荣耀的事，所以对到这个青梅人讲：伊是啥物人我毋知，但是我知影一项代志。就是以前我是青梅的人，但是今仔日我会当看见。咱的人生拢有一项真特别，咱人生中间迄个美角，就是盲点。有真侪时阵，咱看袂定真清楚，咱头前要行的路，伫十字路口也好，伫也是将来的人生也好，有一件事，我前是青梅，但是我当已经看见。所以法利赛人虽然会当看见，但是法利赛人对上帝来讲，因是故意无上帝，所以因就亲像青梅的人。所以耶稣才会讲：我来到这个世间，互迄个愿意看见的人就看见，互迄个无愿意看见的人就看袂到。愿主帮助咱伫今仔日的礼拜，咱甲主祷讲：主啊，求你透放，叫你开我的目睭，开启这个字叫做皮卡。皮卡这个字是伫旧约以赛亚、以利沙伊的这个所在讲，上帝叫你开启这个少年人的目睭。皮卡，这个意思就是讲，伊可能就是青光眼啦吼，也是讲是白内障，啊，就去找医生，医生就甲伊讲啊，时间到啊，
你爱手术，甲迄个白内障迄块啊，挡伫你的目睭前迄块剃掉就好啊。所以开课意思就是亲像将迄个皮、迄个拦阻，甲伊剃掉。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的礼拜，求天父上帝赏赐咱新的眼光。什么人会当真正看到上帝的眼光？什么人读圣经会当一读就懂？什么人读圣经会当一读就了解咧？就心中有目睭，有神，有信心。所以圣经就帮助咱讲互咱听。愿天父上帝医治咱在座兄弟姊妹，咱灵魂的目睭，也互咱对今仔日开始真做真巧气、有智慧、目睭明亮的人。像是以马忤的路上，耶稣的学生，佮我耶稣佮伊的学生同行，所以伫迄个中间，迄个学生，因后来感觉讲无怪啊，就是咱的主耶稣无怪，咱的目睭吼就金，心就火热。求天父上帝帮助咱今仔日个礼拜，咱的人生有一件新的事，伫咱的人生有一件新的事。愿天父上帝祝福在座这的青少年，上帝祝福你们，开启你们的眼睛，互恁对今麦开始就问上帝讲：上帝，你伫我的将来，你有什么样的预备？求天父上帝为着咱的囡仔开咱因的目睭。牧师祝福你们，因为恁是上帝的宝贝囝。求天父上帝，互恁看到未来。因为看到上帝，恁就知影上帝伫未来为着恁所准备的，是超出所求所想，超乎所求所想。上帝祝福咱的囡仔，所以看见上帝的作为，伫咱的人生中间是真重要。所以今仔日，无论是以赛亚的祈祷，无论是耶稣伊的宣告，拢是有关着一项，就是人的目睭要得到拍开。青眉要得到看见，看见什么？兄弟姊妹，伫咱人生中间，你感觉看见什么是上重要啊？看见明白啦！哦，咱大家行一条，无需较向讲明白。咱伫世间中间有真侪时阵，咱爱看，咱爱看，但是咱无一定重视上帝爱咱看。看见上帝的荣耀，看见上帝的存在。看见圣经内底伊个明亮的话，就是上帝讲义的准证。上帝讲我的话要成做恁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兄弟姊妹，咱的人生中间看见什么是重要的？有时看到无应该看的图像，是足麻烦的。因为看到迄个无好的物件，伊一旦进入咱的心内，挥之不去。你知影我要甲你分享啥吗？有时色情的物件，有时这个世间的侪物件，咱一旦入咱的心内，不是咱故意的，但是迄个引诱呢，一旦入咱的心内，有当时迄个诱惑是挥之不去。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的礼拜，主开咱的目睭。所以以利沙讲，主啊，叫你开这个少年人的目睭，这个开启伫咱的中文内底叫做启蒙。启蒙是啥意思？拍开囡仔的目睭，互伊看见将来的世界，互伊看见无限量的异象、异象异梦。开启这个字，伫旧约的圣经希伯来语叫做撇卡，伊的意思上重要，就是亲像将一个物件甲掀开，然后以这个字本身具带含，就享受一个属灵的目睭的意思。愿天父上帝听咱兄弟姊妹祈祷，互咱虽然是平凡的人，但是上帝赏赐咱无平凡的信心。虽然咱是平凡的人，但是愿上帝赏赐咱无平凡的信心。开咱的目睭，互咱的教会，互咱的家族，因为安尼行上一条受祝福的路。我的妈妈这边的阿祖叫做高祥福。为着一条圣诗，所以就受感动。因为一个基督徒到伊的大城四合院，伊是一个甲人做长工的农民。
听到一个基督徒的担物件咧世界卖一个乌衣裳，伫伊的大厅中间唱一条圣诗，伊感觉足好听，从来毋捌听过。因为伊捌听过台湾的歌谣，但是从来毋捌听过西方的圣诗，所以真好奇就甲伊聊天。后来即个阿伯就甲伊讲，这叫做圣诗，你若爱听，你去台南，有一间教会叫做太平境。我的阿祖，查某即个妈妈即边的阿祖，伊就对中路，行要到行30-40公里的路到台南，做礼拜倒来了就信主。上帝互伊第一，互伊其中一个后生，就是伫台湾写第一条交响乐的人。这个人叫做葛永娜，台湾第一个写交响乐、西方的交响乐第一个人叫做葛永娜。伊要完成这条曲，伊完成大多数因为伊感染到咱咧讲肺结核，所以英年早逝。一直到这几年师大音乐系重新定义的物件整理发表，伊成做台湾第一个写交响乐的人。我讲这个故事毋是骄傲，要甲咱大家评判。我要甲咱讲，就是上帝互我的阿祖这种福气，伊会当听到福音，因为音乐，所以这种的福气就传互伊的囡仔，所以伊的囡仔对音乐特别有兴趣。所以上帝互伊有迄个机会，愿天要上帝帮助咱在座兄弟姊妹，咱的家庭。上帝开咱的目睭，互咱看见上帝家己的荣耀，这是上重要的代志。所以今仔圣经这段话，咱若做礼拜了后，咱爱甲上帝讲：主啊，阿门。主求你开我的家族的目睭，互阮的家族真正知影，你就是上帝。这段圣经讲开启伊的目睭，最重要的目的，有一个最要紧的信仰的一个主题，就是恁要知我就是耶和华。所以兄弟姊妹，伫旧约的圣经，特别是摩西五经的中间，有真多故事发生了后，最重要以色列人来讲，通过这个故事，阮就知影，伊就是上帝。所以圣经讲，恁就要知我是耶和华，恁就要知我是上帝。这是这个故事中间上重要的主题。咱伫今仔日的礼拜，咱毋是干那听着一个故事就过去，咱甲咱看袂到的上帝讲：阿爸天父，互我看见你，互我知你是上帝。所以这个少年人目睭就拍开，伊看到满山遍野都是火战车、火车、火马、军天兵天将。兄弟姊妹，这个故事讲两项代志。第一，就是耶和华为着伊的百姓征战，伫出来记记中间讲：免惊，因为我是耶和华，我要为恁征战。上帝要为着咱头前的道路，做咱的牧者来保守咱。第二，这个将近3000年前的故事，伫以阿战争，以色列复国。以阿6日战争的中间，有发生一个传说，就是当阿拉伯人伊的军队、埃及的军队的战车，甲以色列的战车，伫迄个沙漠旷野中间，两军对立，要互相开炮的时，忽然埃及的战车，遐个军兵跳出因的战车，然后往后逃走。以色列无开一炮，就赢过这个战争。后来因将这俘虏掠来时，因问因讲：为什么？恁看到阮存在时，你开无甲阮开炮？这个人讲：我看见恁的战车的背后，天顶有迄个足大的天兵天上的军队，伫恁的背后做恁外口。我毋知这个传说是真的还是。后来人添加，但是圣经中间曾经有这种的故事。我无意思讲上帝百姓战争拢会赢，我唔爱安尼讲，因为上帝是公义的上帝，但是伊嘛真有慈爱的上帝。但这段圣经咧，甲咱讲起，上帝互伊的百姓
看见伊的陪伴，伊的存在，伊的掌权。所以弟兄姊妹，若安尼，伫今仔日的圣经中间，咱会通有甚物特别新要紧的功课，通做咱的学习。伫今仔日，我要甲咱讲起用以利沙的祈祷做咱的祈祷。所以伫今仔日中间，第一，我要甲咱分享，咱的生命爱为着得到眼光，看见异象来祈祷，主求你开我的目睭，这是第一个，咱爱有一个祈祷。第二，伫今仔日的礼拜中间，咱爱明白一项，应该爱警醒反省的代志。上帝赏赐，上帝会收回。所以圣经讲，以利沙求互这个少年人看见，但是求互迄个亚兰王的军队凄迷。所以上帝是一个会当互人看见，嘛会当互人无看见的上帝。上帝毋是真恶极，调工要世间人凄迷，毋是。根据圣经的教示最重要，上帝的心意。当一个人心中若故意看见上帝，看见上帝的话，伊就亲像凄迷，并毋是上帝互咱凄迷，是心中若无敬畏上帝的心的事，咱就失去迄个属灵的智慧。甲咱讲，这就是一个反省，一个祈祷，一个反省。第三，我要鼓励兄弟姊妹，爱做一个好的上帝的见证人。就亲像拄则我讲，伫父亲节最重要，做兄弟姊妹的咱爱用咱的生命，互咱的囡仔看见上帝伊家己荣耀的形象。阁有，愿咱的教会成做一个帮助人，互人看见上帝荣耀的教会。所以这是结论。愿天父上帝帮助。所以今仔日的圣经咧讲起，上帝是一个会通互人得到新眼光的上帝。所以上帝是一个启蒙者，启明，会互人的人生中间得到一个新的智慧、新的目标、新的决志。伊会当拍开人的属灵的目睭，虽然肉体的目睭看袂到，但是心中的目睭，伊看到上帝家己的荣耀。所以当上帝将这个新的眼光互咱的时，咱的判断就会正确。所以第一个就是祈祷，求上帝的圣神为着咱拍开属灵的目睭。所听的姊妹，愿天父上帝帮助。所以你若愿意，今仔日直到永远，你会当常常看伫你的目睭，你甲上帝讨讲，主啊，求你开我的目睭，互我会当看见你一切的荣耀。就为着咱的灵魂的目睭来向上帝祈祷。拄则我有甲咱分享讲，以利沙为什么遐尼大胆、遐尼有信心、坚定，敢甲上帝讨讲，主啊，叫你开这个少年人的目睭，就是因为伊看见上帝怎样接纳以利亚。所以一个人若真正经历着上帝，看见上帝家己亲自的作为的时，伊就赢过这个世间。伊就有一种超越这个无可能，变做可能的信心。所以以利沙伊家己本身是一个捌看见上帝，伊也因为看见来深信上帝凡事拢会。所以伊才敢为着伊的囡仔来祈祷讲，主啊，叫你开这个囡仔的目睭。我嘛要鼓励兄弟姊妹，爱常常为你的囡仔，伊的人生真做有智慧、有新的眼光的囡仔。为因画手，为因画十字架，为因伫背后做祈祷。愿天父上帝赏赐咱的囡仔有这种的智慧。台湾这礼拜内底有一个足互人艰苦心的一个消息，就是少年人互人骗，走去柬埔寨，去就互人当作 CD 安尼白条咧勒索。这个新闻互人看甲沸沸扬扬安尼，感觉会惊讲，遮尔少一少年人较毋知影讲迄是咧共骗，搁一个伫机场，一个基督徒，伊讲上帝为我开门，警察甲伊讲，上帝爱我在你的面前告诉你不要去，主啊，怜悯帮助，愿天父上帝帮助，这就是以利沙看见迄个异象，伊看到伊的老师以利亚受上帝接纳，伫人类中间无可能的代志，就是无死亡、无结束。
上帝接纳伊的身躯嘛，接纳伊的灵魂，到伫天堂。所以对迄个时阵开始，以利沙伊的信心何等的宝贝。亲爱兄弟姊妹，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互咱有机会通亲目睭、亲自拄着、看着，知影咱的上帝，伊是上帝。所以以利沙看到以利亚这个上天的故事了后，后来伫圣经的中间，摩西五经有真多伫还未发生之前就讲的话，恁着静静，因为耶和华要为恁征战。这就是咧鼓励看也未捌看见上帝的人，会当凭信心来相信上帝，伊要出手，伊要为咱来做征战。所以以利沙甲伊的学生讲，毋免惊，甲咱伫地。兄弟姊妹，今仔日咱互相宣告讲，甲恁伫地，甲咱伫地上帝，伊早伫地，今仔伫地，将来嘛永远伫地。所以今仔日的礼拜最重要，就是咱要看见迄个坐伫咱身边、踮伫咱心内、伫天顶掌管的上帝，与我们同在的神，比地上掌权的君王，与我们同在的上帝，比地上掌权的君王更伟大、更了不起。所以，兄弟姊妹，愿咱伫今仔日的礼拜，咱尊主最大，咱嘛知影咱的上帝毋是传说的上帝。伊是以利亚的上帝，伊是以利沙的上帝，伊嘛是咱的上帝。愿天父上帝甲咱三个伫地，伫今仔日的礼拜，咱为着咱会当看到新看见，咱为着会当看到咱前毋捌、无有经历、毋捌看见的荣耀，上帝的作为甲荣耀。咱求天父上帝为着咱的囡仔，为着咱家己，求天父上帝开咱的目睭。所以，照圣经记载讲，上帝听以利沙的祈祷，上帝听以利沙的祈祷，就互伊的学生，互伊的学生，伊的路旁目睭直直拍开，伊就看见围绕伊身边所有天兵天将。所以，以阿6日战争中间有同款这种的传说，我嘛唔知到底迄是传说是真正假呀。但是凭信仰的原因，我相信上帝应该就是保护以色列的上帝。但是愿基督徒甲以色列人，咱无滥觞使用上帝的恩典，诚做咱的借口，甲诚做咱甲人相杀相战的这种的根据。因为上帝无凊彩发动这种的代志，但是愿上帝怜悯伊的公义，伊的存在。所以看见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经历。愿天父上帝伫今仔日个礼拜回应咱在座兄弟姊妹，你若甲上帝讲阿们的时，上帝亲自彰显伊的荣光，互咱看见。所以今仔日个故事最重要，爱倒去到伫圣经内底记载。历代志下卷今仔日第6章的故事，应该最要紧的爱倒去到伫列王记。列王记下卷应该对到列王记上卷20章，伫迄个中间真要紧。以利沙伊甲以利亚伫争战的中间有一个真要紧的结论，因为安尼，阮就要知耶和华是我的上帝。愿咱伫今仔日的礼拜，咱搁一摆，咱甲天顶的上帝讲：除了你以外，我无别的上帝。所以启明最重要就是排除虚假、拆除阻挡，互咱站伫咱目睭前的迄个影茶、固执、偏见。所以耶稣教伊的身边的人讲，毋通随便批评、论断、批评人，因为恁若带着偏见、有无好的思想去谈论别人，其实那是一个偏见。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会当拆除最的阻挡。互咱真正回归上帝的真理，就亲像这个青梅人讲：我知我的人生中间有一项事，前我是一个糊涂的人，前我是一个有偏见的人，前我的判断就亲像青梅，但是今仔日上帝的真理，上帝的真理改变我所有的价值观念甲判断，求主帮助。所以，拄则我有问咱大家讲，伫
伫人生中间，什么种的看见，看到什么是上重要。伫咱的信仰旅程顶悬，你感觉会当看到什么？对你的信仰是一个足重要的帮助。当然，第一就是看见上帝。什么叫做看见？看见就是看了后会通明白。你若是读一个物理、生物学的人，你就知影，咱的目睭亲像照相机，伫你的头前有一个物件，有一个图片，你看到的时阵，就你来翕一张相。但是当这个相的光线进入咱的心内时，伊会走去咱的脑中间的一个所在，叫做视丘。迄个视丘就亲像电脑的 ICP， 就是会当解读你所看到这个物件。根据你的经验，根据你的知识，你看到这张图，你会当解说，然后你的脑的内底产生某一种的皮质醇，还是讲肾上激素。就产生一个信号走去你的脑的内底，所以这有两项代志。第一是你看到这个图，第二就是你对这个代志甲图的解说。所以兄弟姊妹，我无意思甲恁讲，互恁听甲无明，但是会记得，要会通解说帮助咱得到信仰真正的智慧的人，就是爱圣经甲圣神。咱会当看到这个世间。但是，咱对世间的解说，爱通过圣经甲圣神。上帝甲咱解说这个天兵火车火马，这个故事，这个代志，圣神甲圣经的话就解说互咱听，明白几项的代志。第一，这个故事是要带咱看到上帝，代替咱看袂到的上帝。第二，圣神甲圣经解说了后，要互咱有一种属灵的智慧。圣经称真理，咱的脚前的顶路就会光。第三，当咱看到这个代志异象异梦，最重要要带互咱愿望。伫愿望的中间，咱要得到向前行的信心甲开力。天父上帝帮助咱，这就是咱今仔日第一个信息，咱的祈祷。以利沙的祈祷，耶稣的祈祷，这个青梅的人伫西罗亚池。青梅的人会祈祷心愿。第二，我要甲兄弟姊妹做一个警醒的反省。上帝赏赐咱的圣神，那因为咱无正经，也是因为咱的凊彩、武慢，上帝有可能会收回伊的文书。所以代表讲，求你无恩我收回你的圣神，恁会记得迄段话吗？求上帝怜悯帮助咱，愿上帝圣神永远踮伫咱的心内。今仔圣经耶稣讲，我来要互看袂到的青梅人看见，总是我嘛要互迄个骄傲的人看袂到。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什么人会当看见？所以看见，特别是咧讲信仰这个信仰的看见，真要紧，甲人的态度有关系。上帝的作为，上帝的权柄，上帝要显明互什么人看，是上帝家己决定。但是更加要紧，人应该爱知影，什么种的态度会通真做我看到上帝的帮助。亲爱兄弟姊妹，请注意来听这三项代志。人的态度中间有三项有关着咱甲上帝的关系，有关着咱看到上帝。有三项真要紧的信仰的态度，就是爱谦卑伫上帝面前。骄傲的人看袂到上帝。第二，爱有敬畏的心，独只有敬畏上帝的心的人，才会当看到上帝。第二就是谦卑，第三就是用清气的心、正直的心。所以，兄弟姊妹，愿恁将这三项的态度放伫恁的心内，伫今仔这个反省的中间，无焦急、欢喜。你甲上帝祷告，主啊，求你将这三项的态度坚固伫我的生命中间。求天父上帝帮助，咱有敬畏上帝的心，咱有谦卑的心，咱就会当看到保罗伊写伫罗马书第1章32节的所在。伊讲，当一个人敬畏上帝，
伊就要看见上帝公义的法则，就是上帝伊所有的律例诫命，伊就要明白上帝所讲的话，就是一种正直的道路。伊就要明白上帝伊奥妙的话。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个礼拜，咱甲上帝祷告，主啊，当你拍开我的目睭的时，嘛求你拍开我的心，互我会当晓悟，互我会当明白。主啊，当你拍开我的目睭了后，求你拍开我的心，互我会当晓悟、晓悟，会当明白。我会当明白上帝你深奥的计划。上帝有权柄。所以，咱的恩赐是对上帝来。所以，亲爱的姊妹，独只有当咱敬畏上帝的时，上帝所赏赐的圣神就要永远踮伫咱的内底。愿咱明白今仔日伫个代志下关即句话，咱明白讲，上帝当互以赛亚的门徒看见，上帝会互阿兰王的军兵目睭青眉。青眉这个字伫希伯来语就亲像大王，伊的意思是大王啦，有雾来就是讲当一阵这个王就是雾这个王来到这个山谷，人都看袂到头前。所以青眉意思伫希伯来语原本的意思就是讲，忽然有这种的迷惑，这个无明来到伫人的中间，主帮助咱，互咱会当看见。咱甲主耶稣讲，主啊，求你帮助我，互我青眉得到看见，就亲像这个少年，这个希罗亚茨的这个人。所以，亲爱的姊妹，愿咱就今仔这个礼拜第2个警醒，咱伫上帝的面前用代表的祈祷讲，主啊，求你赏赐我正直的心，求你赏赐我换心正直的心，求天父上帝帮助。这是今仔日以利沙为着咱的。为着伊的门徒祈祷，嘛轮到伫咱的中间。所以上帝伊对心中的人，上帝收回伊的圣神。罗马书第1章18节讲，上帝受气，对天降落，要刑罚一切心中无上帝、行为不义、压制真理的人。我唔免较济解说，但是最重要就是要提醒遐弟姊妹，耶和华有权柄通赏赐咱，但是茫凊彩，兄弟姊妹，伫上帝面前，所以有真侪基督徒靠惜，有真侪基督徒伊感觉上帝充满疼，所以不要紧，无论我做啥物唔对的代志，拢不要紧。亲爱的姊妹，唔通靠惜，就知咱的上帝是一个忌邪的神，我们的神是一个忌邪的神，所以上帝。伊最后对这个不义骄傲的人，伊做一个真，互咱艰苦心惊吓的代志。对上帝就放弃这种骄傲的人。所以圣经讲，上帝就任凭他们，记载伫罗马书第1章12节。上帝就故在引起啊。其实这个原文的意思，伫圣经原文的意思是，上帝就放弃。任凭的意思就是讲，既然你若骄傲，既然你若是主张安尼，上帝宽免，上帝就停止以圣神的帮助，求天父上帝帮助咱。最后，牧师要甲咱鼓励，学习耶稣基督，耶稣基督，以互应该看见的人看见，但是耶稣嘛收回上帝，伊袂当互人武慢随便看清的救恩。所以耶稣的典范对咱来讲是积极的。亲爱的姊妹，做爸爸妈妈的人，咱有一个真要紧的使命，就是伫囡仔的面前做囡仔的模样，互咱的囡仔对咱的身躯顶悬看到耶稣，互咱的囡仔对咱的家庭生活中间看到上帝的荣耀。伫我的人生中间有几摆的旅行，对我有真深的帮助。28年前，上帝我一届机会，是我一生中间第一摆出国去读册。这是伫瑞士，一间学校叫做博士，博士是迄个所在的地名。
上帝伫迄个所在，互我看到2000年来教会无共款的传统。真简单来讲，我头一摆看到东正教，我看到天主教的真水的古老的传统。伫即间礼拜堂就是即张相，即间的礼拜堂的尖塔顶悬有一个小房间，就是即张相片。4个月每一个透早，上帝好有机会，甲我的老师是一个天主教的神父。4个月的每一个透早，即个神父带我早倒，伫个中间，互我深深感受一个信仰的老师的陪伴对一个学生的重要性。迄种的感动，互我伫恁的中间，我有做一个真要紧的民望，就是我望我会当诚做恁好的兄弟。我毋敢讲我要做恁好的老师，但是上少我望我做恁好的兄弟。我会当邀请每一个兄弟姊妹，咱真正来经验，看到上帝的同在。所听的姊妹，愿即间教会伊所做的每一个活动，会当带咱的囡仔看到上帝。所以，遮尔多年来，我做3项我感觉上重要的代志。当然，向日葵学院的代志是最重要，但是我感觉对即间教会来讲，有3项代志。第一，就是伫礼拜中间看见上帝。所以我真知影教会主持礼拜的重要。第二，我知影带人读圣经是一项真重要的代志，所以我真心重伫咱教会的查经班。第三，我感觉一个人若伫劳苦背重担的人会是，伊需要有一个安息的所在，所以拜三暗的祈祷会。所以听弟姊妹，愿上帝帮助咱的教会会当学习用什么种的方式来帮助人，甲上帝同在。所以听弟姊妹，愿咱学习耶稣基督，伫耶稣基督的模样中间，做恁的囡仔的帮助，互恁的囡仔看到上帝。所以愿咱学习耶稣讲，我来到这世间。耶稣讲：“我来到这个世间是为着要青昧人得到看见。”所以，兄弟姊妹，教会存在使命，就是互也未认捌耶稣的人有迄个福气看到耶稣。所以，兄弟姊妹，这种福气对你的家庭开始，阿免吗？这种福气对你的囡仔，真正看到耶稣来开始。上帝祝福咱今仔日的礼拜，互咱的人生，互咱的教会，对90周年到100周年，上帝互咱一代搁一代，伫稳定的中间向前行，咱当心来祈祷。早伫地，今仔伫地，将来也永远伫地。阿爸天父，愿伫今仔日的礼拜，对你发出阮的祈祷。你互以利沙看到以利亚受接纳，阳光就天；你互耶稣的门徒看见伊对四个话，然后阳光就天。主你今仔日恳求你怜悯帮助阮，互阮的灵魂的目睭得到你的怜悯，阮会当看见你就是荣耀的上帝。主求你帮助阮，开阮的目睭。阮也将阮的教会以及兄弟姊妹的家庭，拢交托伫你的手中。愿你的阳光充满伫阮的中间，互阮无搁再做伫黑暗中无无明青迷的基督徒。主求你帮助这间教会，会通真做上帝你，互人看到你的教会。愿伫你的面前安尼恳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门。
咱来吟圣诗，来领受圣餐。咱来吟圣诗215首。耶稣圣躯，替咱百姓被拼救下团受，让你得回老村，为救学生，不得接待代表明。大家请坐。伫主耶稣基督的名，欢迎今仔属于伊的教会陪传者，三甲来领受主的圣餐。亲爱兄弟姊妹，请注意来听主耶稣基督对今仔归向伊的人所讲稳定的话。主讲：要喙搭行无义的人有福气，因为因要得着饱。愿主耶稣基督稳定甲恁三甲伫地。所听兄弟姊妹，请注意来听主耶稣基督设立圣餐所讲的话。保罗安尼讲，因为我对主领受也捌传授予恁，就是主耶稣基督受病迄暝，有提饼祝谢讲，这个就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恁就行安尼来纪念我。食了后，也安尼旁杯讲，这个杯就是新约，是我的血所设立的，恁就行安尼来纪念我。逐摆食这个饼、啉这个杯，拢是表明主的死，直到伊过来。咱三甲来祈祷。主耶稣，阮照你的教示摆设这个饼甲葡萄汁，我们纪念主你极大的疼，以及属天的救恩。主耶稣，伫你的面前，阮自责，我们恳求你来到阮中间，请你家己来主持，用你的圣心来主持这个圣餐。也愿你圣白摆咧伫你面前，这个饼，和这个饼代表主耶稣基督，你的身躯，你的活命，为了阮拍破流血牺牲。也愿你圣白摆咧伫你面前，这个葡萄汁，就亲像你讲，这个杯就是新约，是你的宝血所设立的。主耶稣，求你圣白这个饼甲葡萄汁，诚侪阮纪念你。当阮领受了后，真侪阮属灵会溃烂。你踮伫阮的内底，互阮为主你来活。阮纪念你所设立的圣餐。同心祈祷我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主耶稣讲，这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恁着行安尼来纪念我。主耶稣讲，这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恁着行安尼来纪念我。这是主耶稣基督的身躯，为着咱拍破的，咱要行安尼来纪念伊。这是主耶稣基督的身躯，为着咱拍破的，咱要行安尼来纪念伊。来请忠胜甲英宏长老来旁。主耶稣讲，这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恁着行安尼来纪念我。主耶稣讲，这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恁着行安尼来纪念我。所听的弟姊妹，咱来纪念咱的主耶稣。主耶稣讲，这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恁着行安尼来纪念我。主耶稣，阮深深感谢你。主耶稣，阮深深感谢你。阮何等有福气，有你的怜悯帮赞，带阮倒转到上帝施恩造就。主耶稣，阮何等的幸福，感谢你。为着不配的阮，死伫十字架顶悬。十字架，十字架，十字架，永是阮的荣耀。主耶稣，阮感谢阿罗你。主，阮纪念你直到将来，阮见你的面。每一摆，阮领受这个圣餐的时，每一摆，阮领受这个圣餐的时，主耶稣，阮伫你的面前来感谢你。主耶稣讲，这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恁着行安尼来纪念我。这是主耶稣基督的身躯，为着咱拍破的，咱着行安尼来纪念伊。咱同齐来领受。食了后，也安尼旁边讲，这个杯就是新约，是我的血所设立的，你着行安尼来纪念我。来请英宏长老甲忠胜长老来旁边。主耶稣讲，这是我的，这个杯就是新约，是我的血所设立的，你着行安尼来纪念我。这个杯就是新约。是主耶稣基督血所设立的，咱用安尼来纪念伊。主耶稣，阮感谢你，你为着阮牺牲流血，死伫十字架顶悬。阮深深感谢。纪念上帝你无限的疼。主耶稣讲，这个杯就是新约，是伊的血所设立的。这个杯代表新约，是咱的主耶稣基督用伊的血所设立的。咱要用安尼来纪念伊。
这个杯代表新约，是主耶稣基督血所设立的。咱要用安尼来纪念伊。这个杯代表新约，是主耶稣基督血所设立的。这个杯代表新约，是主耶稣的血所设立的。咱要用安尼来纪念伊。亲爱的，这有啥物人无领受到圣餐的杯？这个杯代表新约，是主耶稣基督的血所设立的。咱同齐来纪念主耶稣。逐摆咱食这个饼，啉这个杯，是表明主耶稣基督的死，直到伊过来，咱同心来感谢。阮全心感谢无所不能的上帝，因为你极大的疼痛，互阮领受你的圣餐，成做培养阮灵魂的食物，佮互阮明白你疼惜阮，也互阮知影，阮就是你的肢体，是你圣国奥妙的一体。求你祝福所有忠实的信徒，互阮通成做你国度的后裔。阮的主上帝，阮谦卑恳求你，当阮搁一摆将阮家己交托你的时，恳求你接纳阮、怜悯阮、帮助阮，互阮持续这个圣洁的交通。对当了后，通旨意伫生活中间来归荣更互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尊名求，阿门。咱来准备奉献。
请坐，平安礼请曾牧师。所听啊，这大家平安。咱甲咱身边的人讲，耶稣听你，咱甲咱身边真欢喜。咱用另外一个投影片好无？咱莫用这个，把那个影片摕掉。咱来吟这个诗歌做咱的祈祷。毋是啦，你换。你关掉那个音响好不好？啊，请你断好不好？就不用音乐，不用配乐。耶稣，来用这条诗歌来做咱的祈祷。所听你一生中最大的福分，就是耶稣永远听你，伊带你黑暗往生，带你进入。感恩国度，我耶稣听你，伊会救你，耶稣永远听你。咱当心来祈祷。主安感谢你的疼痛，你的疼何等的宝贝。伫人生的旅程顶悬，若无你的疼，阮实在是真软正。阮少年，阮中间有时会年长的长辈，因无论是伫出外，无论是伫厝里咧休困，天顶的上帝求你纪念阮的年长的长辈，求你互因每一天拢充满上帝你的慈爱、稳定甲帮助。阮嘛为着阮中间有病痛、心神不安的阮的姊妹兄弟，主无论心中的情景，求你用你的疼来安慰、帮助，互阮行过死荫的山谷，也无受灾害。主，阮感谢你，阮学了你，因为你的疼就是救恩的记号。阮伫你的面前同心祈祷，我给耶稣的圣名，阿门。咱来为这礼拜生日的人来祈祷。这礼拜生日的人，请恁来头前。咱做为着所有生日的人来祈祷，吼，咱有所有生日。所以，伫你的面前感谢你，阮带着较无的心来就近你的时阮做证。主愿你用你稳定的油，伫每一个较无你的阮的姊妹甲阮的家庭，愿天父上帝施恩，互所有的你的囝儿会当伫你的祝福的内底恩上加恩。主愿你互阮手捧救恩的杯，伫人生的中间来见证上帝你的祝福。愿天父上帝你力上加力，恩上加恩，互阮的福杯得到充足。愿伫你的面前，将生日的所有兄弟姊妹交伫你的手中，对这事到永远。阿门。耶稣爱你们，耶稣爱你们。咱来为着圣财兄来祈祷，好不好？请伊要做一个小小的手术，吼。咱来为着伊会当平安，来得到好的医治，吼。所以伫你的面前，为着你的囝儿来恳求你，伫过来这个手术，祝你换手伫阮的兄弟的身上，祝你开伊的鼻孔，祝你开伊的耳孔，祝你互伊伫即届的手术会通得到真好的效果。
互伊会当耳听目明，求天父上帝帮助，互即个手术有平安。主愿感谢你，愿亲亲，你会陪伴带领，带伊平安去，带伊带着祝福倒来到伫阮中间，来见证上帝你，祈祷我告诉圣名，阿门。阿门。也所听你。真欢喜今仔日有足侪兄弟，咱知影教会开始恢复实体的聚会吼。咱会当做伙，咱求天父上帝，互咱对今仔日开始，咱有一个新的阶段吼。特别咱的教会应该嘛是一个新的阶段的预备吼。求天父上帝帮助咱吼。咱来请师会来报告，咱请师会来报告。即时来报告，顶周的聚会请咱家己看。本周的聚会主日礼拜9点半伫礼拜堂，拜三的祈祷会拜三8点伫礼拜堂。青少年团契聚会拜六7点半伫教育馆，查经班7点半嘛伫教育馆的2楼。圣工的服侍后礼拜司会是胡素基执事，领诗讲庭司琴是陈美秀执事，司献是周宏仁执事以及我本人，交台是第2组。爱餐讲庭新眼光的读经表，甲每日的灵粮，请咱照咱听书表顶面的进度来读。集体交通本会女北团契安文殿兄安少伫主怀，已经伫个8月6号完成个别礼拜，请咱继续为着家属来祈祷求上帝来安慰。第二，今仔日主日礼拜了后，咱要召开8月份的中职会，请中职老部出席。第三，疫情期间，请咱我靠上帝小心来做好自我的防疫。无得惊吓，若是有必要要自主管理，咱有愿会当伫咧厝参加线顶的礼拜，咱伫信心内底合力，彼此来守望代祷。嘛感谢上帝，互咱今仔日已经恢复咱教会上常态实体的聚会。就是请咱有缘为着咱伫本周生日的咱的兄弟来献上咱的祝福，求上帝甲因三甲直直。奉献的报告，请咱家己来看，若是有出入，请咱按会计人员来更正。大多数项，请咱继续为着台湾甲世界伫即件的疫情的检验来继续祈祷，求上帝来医治。第二，请咱为着咱所知影，咱教会所有身心欠咱的兄弟以及咱教会的长辈的健康平安来代祷。请咱也继续为着咱教会青少年连伊要开学，求上帝祝福因的心灵，甲因的课业来祈祷。第四，请咱也为着咱教会适婚的青年的婚姻来代祷。最后，请咱为着咱的姊妹教会韩国妇林一甲德克达亚教会来代祷。接下咱要来吟上吟圣诗508首，天下万邦万国万民。吟诗煞请牧师来祝祷，请咱起立吟全首。万国万民，敬拜上帝，白敬诚信，阿拉三位一体上帝，尊名流传的到万世。愿主耶稣基督恩典、天父上帝的疼痛、圣神的感动，相通扶持，甲恁众人三甲伫地，对即时到永远无尽。阿门。
请坐，灭道避讳。